跟住落嚟睇一組有趣嘅新聞。近日喺浙江大學玉泉校區嘅機器人實驗室裏面，正在進行一場乒乓球嘅比賽。兩名選手嘅身份非常特殊，下面就帶大家一齊去觀戰啦。呢兩名選手技術都唔錯㗎，佢哋一個叫吳，一個叫空，身高都係1米6，體重都係55公斤，留住中式嘅壽桃頭，着住中式嘅馬褂，一睇就係中國製造。佢哋兩個係浙江大學機器人實驗室從07年開始嘅重點課題，仿真機器人感知控制高性能單元和系統項目嘅代表之作。它總共有30個自由度，這條手臂它就有7個自由度，它可以運動得比較靈活，運動範圍比較大，整個系統的反應時間很快，30個電機的控制週期就只有1個毫秒就可以完成掉了。我哋嘅記者亦都上陣同識發球嘅機器人空切磋咗一番，睇下空仲真係有2度散走，一陣間正拍，一陣間反拍，而且不知疲倦。幾個回合較量下來，我有好幾個球都沒接到。那首先我覺得呢，我們機器人非常的聰明，而且他會很考慮對方的一些感受，他會盡量把球打到你好接的這個地方。浙江大學機器人研究中心嘅工作人員話，佢哋嘅下一步計劃係研發運動更加靈活、反應更加快速嘅機器人。